九龍市區巴士路線 X6C 由九巴營辦，來往美孚及香港兒童醫院。特快路線 X6C 乃首條以 X 字開首的九龍市區專營巴士路線，深水埗、旺角一段走線與6C 線相同，去程沿東九龍走廊、啟德隧道前往九龍灣商貿區，回程則取道中九龍繞道直達佐敦。X6C 線為九巴目前兩條只於星期一至五全日行走，週六及假日不設服務的專營巴士路線之一。為配合深水埗及油尖旺區乘客前往九龍灣商貿區的需求，運輸署和九巴在2021到2022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，建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繁忙時間增設6C 線特別班次 X6C， 由美孚開往九龍灣。2021年8月23日 ，X6C 線投入服務，於星期一至五早上繁忙時間由美孚單向開往九龍灣。2022年12月28日，增設下午回程服務，於星期一至五17點45分及18點05分由九龍灣開往美孚。2025年6月2日，由九龍灣延長至香港兒童醫院，並提升至星期一至五全日服務。往香港兒童醫院方向過啟德隧道後，經啟福道、啟祥道、宏光道、常悅道、常怡道、宏照道、長業街前往成昌道，往美孚方向則沿成昌道、長業街及宏照道返回原有路線。往香港兒童醫院方向增停啟瑞轉車站啟成街、林華街遊樂場、常怡道、香港兒童醫院西行站及香港兒童醫院東行站，取消原有位於啟福道及宏照道之巴士站，往美孚方向增停香港兒童醫院東行站及九龍灣常悅道站。由美孚開出服務時間為7點正至20點正，由香港兒童醫院開出服務時間為8點15分至21點15分。2025年12月8日，來回方向於深水埗區及油尖旺區增設分站，使其介乎美孚至油麻地一段之停站安排與6C 線看齊。往香港兒童醫院方向增停青山道汝州西街、光昌街、大埔道西洋菜里、彌敦道油麻地眾坊街及加士居道衛理道站。往美孚方向增停元州街發祥街及荔枝角道大南西街站。2026年2月23日，往美孚方向改經中九龍繞道及佐敦道，不再途經啟德隧道、東九龍走廊及加士居道。增停佐敦道、高鐵站、佐敦廟街及油麻地寧波街站，取消拔萃女書院站。好啦，準備上車，睇下呢架車車程有幾耐啦。輪迴塵間的人，揮之不能，徘徊來生的往生。蒼天慷慨的一盞路燈，給傷痛引導超脫往來生。又在等分岔的走馬路，反看人生，大概超出命運。多少的往事終給抱憾驗證，將灑脫在心內幽禁，留在這季冬月台共振。輪迴塵間的人，揮之不能，徘徊來生的往生。還未斷的根，求誰來悲憫，仍頑固埋首往後行。滄桑的聲線哼起了男音，響起牽掛種種世事如雲未結束，偏偏起了一次最後沒明日的夢。
塵間的人揮之不能，徘徊來生的往生，還未斷的根，求誰來秘吻，仍為抹不開的細塵相緊。輪迴塵間的人，今生可能度化纏繞的半生，隨落葉生根，無用來悲憤，回望在多少遺憾中普渡的眾生，才覺已得到放任。人人話我笨，作歌點發達？就算揾夠買盒飯，唔放多。而浪漫個名幾咁勁，累我拖你入局，亮粉去挨窮。你知今年聖誕冇大餐，就話空氣多禮物冇問題。如果燈飾鎖門又冇酒，就買2粒燒賣當火雞。銀行存款等於零，窮鬼點談情？寒酸炒冷飯，我會俾3粒星。傻佬點形成？傻婆點形成？提子乾涼粉滅，窮蛋超溫馨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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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If that's all we have, 壞對象拍拖先會悶，勁好在今次係遇上真正高手。上個月唔使點上網，無聊一個互望，原來好睇過 YouTube。你使乜心急帶我去日本？銅鑼灣夠有50隻綠茶，唔擔心要睇餸先食飯，係你教識開心咁簡單。銀行存款等於零，窮鬼點談情？寒酸炒冷飯，我會俾3粒星。傻佬點形成？傻婆點形成？提子乾涼粉滅，窮蛋超溫馨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we have 唔好但夠殺。If that's all we have， 唔使點打車，唔使出街食，唔使點着衫，淨係抱得好緊，唔使懶高級，唔使碌黑卡，床鋪碌一日，同樣覺得係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if that's all we have, yeah. If that's all we